哇！喺度你睇到佢咁開心咁嘅。唉，仲可以點啫？我今次啊 CS 國法 quiz 得25分咋，都唔知想點。喂，你唔好咁激動啦，識得國家憲法同埋我哋嘅發展歷程，對你將來都好有用噶嘛。我哋可以了解到自己有咩責任同埋有咩權利，咁你將來要投票或者參與社會事務，都可以用到呢啲知識噶嘛。我有條片俾你睇下。要聽我講香港國安法，守護我哋家穩定，唔會垮。法治嘅精神堅定如鐵塔，繁榮安定，人人都會讚。國安法立正義無偏差，國安法下條例具體化，祖國強大，香港更繁華，齊心守護我哋嘅家。國安法下種子生長開花，法治社會人人平等啦，香港安定，市民笑哈哈。多謝國安 rapper A.K.A Grace 為我哋呢個節目今日國安知多少帶嚟呢個咁精彩嘅表演。係啊，我真係好希望我呢一段 rap 呢可以話俾小民知啦，國安法對香港好處。冇錯啊！喺國安法實行咗之後，有大量嘅企業進駐本港市場，為本港帶嚟正面嘅經濟效益啊！冇錯啊！而喺政治方面，國安法有助恢復社會秩序，維持社會治安，減少犯罪行為，帶俾市民一個更安穩嘅社會。係啦，總括而言，國安法有助提高香港國際金融地位，吸引投資同經濟發展，開展新商機，更可以提高市民對於社會嘅安全感啊！Cut！哇！你哋節目令我更加了解國安法啊！係啊係啊，你哋而家知道國安法嘅好處啦。